乡亲啊，伫要过年咯，台南北区的年货大街拍头阵，抢日今仔日开幕。现场这个贯村的美食有100外担，也佫有各种的年菜。啊，台南北区今年是第一届来举办着年货大街，所以特别准备200份的包啊，免费送予顿卡的民众。这支8地的肉丸啊，伫药店内底煎甲到脆脆。 但是地变甲金黄就水甲好起来。旁公共的年菜蛇牙头就真合适了。我们用爆米花，第一个它有香气，第二个呢，你煮的时候它会吸附那个汤汁，那个肉反而会变得比较软嫩一点点。最近的蛇牙头甲传统的做法无同，加入爆米香，增加口感，请民众来买。 啊那附近这间山东大饼，赶快是生意抢滚。因为山东大饼好像比较少见哦。对，但是它真的令人回味无穷。回味无穷。对，我20几年前吃过，30年前，很久了。所以现在还想回味这个味道。对，一直没有机会。来过年货大街哦。常听迄个大陆咧讲这个饼，袂来试看下。古早味北方美食，互人客学了解特质。 台南北区年货大街今仔日登场，一透早就有100外担，除了有各种的眷村美食，佮有腊肉、肉干甲烟钱，买起同款真旺。那准备了哪些年货出来卖？腊肉，我们家的特产腊肉，然后我们家的特产豆腐香肠。头一摆办年货大街，为着拍出名声，主办单位免费送200份的包仔，互顿开民众。 那北区的年货大街，所在个台南也有3位年货大街，分别伫南区棒球场、水沟社文化园区加新怀老街，嘛互府城过年气氛愈来愈高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